收咗工啦，而家喺屋企運動又做完啦，比較無聊啲，都想搵個男朋友，唔知有冇啱眼緣嘅呢？唔使咁無聊，搵個興趣相同，又可以一齊做運動，一齊生活嘅人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畀我，睇下傾下得唔得？有冇眼緣呢？想搵一個真係好難啊！唉，年紀都唔細啊，唔知我有冇呢個福分可以認識到你呢？我等你嘅出現。